財政司長咧喺2月23號發表咗一段財政預算案之後咧，當時政府就將呢個6000蚊嘅錢咧注入強積金。我想講咧就係我哋漁農民咧一直以嚟咧都冇機會攞到呢啲錢嘅，不管你注入邊個戶口，因為我哋係自僱人士，所以咧我哋只能夠靠自己去捉魚同埋去種菜為生，亦都好少咧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。但係呢一件事件之後咧，即係政府喺公佈咗將呢6000蚊咧直接俾有身份證嘅永久身份證嘅18歲以上市民之後咧，市民咧係直接得益嘅，所以咧佢哋非常之開心，就話從來未試過政府係直接派錢俾佢哋。呢個咧當然亦都係幫咗佢哋一啲生活嘅困難。但係咧喺23號嘅時候咧，我亦都翻到我大埔嘅選區，同好多街坊咧走嚟同我講，佢哋好唔認同政府就係講派錢派入去強積金呢個戶口嘅時候。但係當1個禮拜之後，政府聽咗民意，將呢個改變之後咧，市民咧認為政府喺呢個時候係會聽民意，肯去做啲嘢，所以咧市民亦都非常支持咧政府呢個做法。